请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有一个互人痛心的数字：全台湾的山林甲国土起风破坏的面积高达216万平方公尺，相当是270个骹球场的面积。这5年来，法务部调查局出动几啊百个调查官，更加用空拍机为高空来搜证，结果查出违法的农业区、霸占的国有地、人垦的山坡地，甲非法倒废弃物高达300件。像伫花莲的玉里，全国上大场的花草场农业区，都违法来开发山坡地65000平方公尺，等于是8个骹球场的大小。另外，台中的新港也有不少的业者偷采沙石，开挖的面积超过30个篮球场。到底调查官甲这非法的业者是安怎咧车盘咧？来看咱的独家的追踪。卡土基里奥沙石场拢是涂沙粉，为了这个国有地有6个骹球场遮大面积，和不少的厂商占去，囤一寡沙石啊，伫分家地区造成空气污染，业者更加涉嫌偷挖沙石啊超过8万方。对啊，这种减水刷咯。安尼啊，减水刷吼。对啊。要做你看。我懂。这一块他在挖那个破坏。土地残破不堪，土方新的交界这个山头和犯罪组织占去，偷挖土石来变卖，搁囤废弃物、伤冰炭，严重破坏国家的土地。彰化县花坛乡这个废景的农地，涂骹一个挖落去有15公尺，拢是非法掩埋有毒的废弃物甲污泥。上恐怖是，不少业者本来是要将这个地整平、种别啦，险险啊引爆食安的危机。国土被人侵害案例有够侪。像新北市三峡的山区地主为了要开辟宫庙，伫未申请水利保持计划甲建设的情形下，侵占部分的国土，家己利挖，将山头卸一半去，变成鬼剃头。我到那边去，每次我到那边去。伫花莲玉里号称全国上大的除草啊场录影区，民众欢欢喜喜耍的同时，根本唔知讲，其实遮有65000平方公尺，拢是违法乌白开垦的山坡地，面积足足有8个骹球场遮大，除了破坏环境，冒崩山甲土石流的危机。花莲地震也多，然后台风的话，有时候也是直接会侵袭花莲。那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如果说它的土石崩塌，造成土石流的话，在它下坡地底下的这些部落或者居民，可能就会有造成生命或者是财产上的危害。2013年的纪录片《看见台湾》导演谢碧林以高空的角度揭露到环境污染、山坡地乌白开垦、乌白错查等等生态破坏。所以讲，为2014年1月份开始，法务部调查局特别启动扎实国土保育专案的计划，为北高南大动作展开调查。到2018年9月底为止，将近5年的时间，敢若窃占国土、偷挖沙石啊、偷错国有林木等等破坏国土的案件。草地不法面积就超过216万平方公尺，加上空气污染、水污染、甲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等毒害国土的环保案件，总共有300件。调查局人员要安怎甲不少的业者斗法拔头壳？一日天，原队有18年经验的中部调查官云带阮伪装埋伏调查真相。就在我们的右手边。8.1K 处，它的手法是先堆置这个营建废式土石方，堆得很高，然后把自己包起来，四周围都包起来，所以砂石车那个挖土机在它围起来的地方在开挖的时候，我们从外面是看不到的，因为它的土堆是相当高的。国道4号这段沿线是调查官每一天上班一定会行的路，即马看起来已经有真侪草啊、甲树啊，淹没伫个东外前。遮拢囤一个沙石啊、甲红土，更加时常有卡土机停伫遮。依照调查官的直觉，感觉这个代志有问题，因过偏偏调查行动被发现，只能由外至内，层层毕竟袂使有业者发现。我会找一个农民，然后这边坐着，然后大概看一下目前的状况。但是因为这个的话，我们也不能常常来，因为它这种很敏感，一下就发现到
我们这一边理论上是不该会有人在这边做的，然后有时候我们是会躲在比较树丛里面那边去直接观看。依照观察，业者每一天早起7、8点就开工，也是假日的经时间来挖头挖沙石啊。点过开发的业者警觉性拢真悬，一路风吹草动拢互相通宵心。应该是无线电有通报说我们到他的租地。对，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敏感，不是很容易办的案子。像这个港阮来这勘查，伫若是天门前停无几分钟，就好敢若是业者乌是轿车吹着。伫所前的过程中，调查官嘛捌甲不法的业者正面接触。因为这边出入的都是这种大砂石车啊，小客车是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看到半台。如果说他觉得有一台这边经过3、4次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里只有砂石车在进出，没有小客车？对，然后所以说他就特别就找一台小货车下来追我们，帮我们拦车这样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点的位置其实是蛮敏感的，他们其实都有监视罩在这边巡，尤其他们在做开采的时候，那我们当然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可能是走错路，然后把这个他们的警觉化解掉。调查案件袂使有业者起疑心，这是上要紧的。为了要取得关键的证据，唔能排好，才个兵分道路。基本上我们会拍他的小客车的车牌号码，跟坐在挖土机上面驾驶座的人，然后我们会再针对对象做搜证，看他的住家在哪边，然后确认说，现在目前驾驶挖土机的人的真实身份，这样我们才能做后续案件的侦办。身为调查官，其实相当的辛苦，除了常常要躲在隐秘处用长镜头来搜证之外，更常常要出动空拍机来拍摄制高点画面。其实用空拍机最好的时候，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中午，因为有太阳在正上方的时候呢，飞机高度再高一点，从旁边经过，基本上他们是不会去注意到的。高科技副组认为，所前经过3个月调查，伫2017年7月份，总算证实业者占用国有的耕地，以囤沙石为理由，用大型的卡土机甲沙石车涉嫌偷挖大价铁天然的源头去卖，估计偷挖的面积有13000方。等于是36座的篮球场，挖的深度超过2层楼啊悬。更加恶质的是，嫌犯佫利用工程的废土，甲有化学药剂水尾土来囤，若破坏国有的良田，更加有可能毒化附近的耕地。最后，总共11名嫌犯被移送法办，上法院会使依照窃盗罪判5年的有期徒刑。国土案件比较特别的是说，它在行政机关方面所涉及到的权责单位比较多，所以它比较容易衍生官商勾结的情形，包括地方的民代啊，所以我们局里面在案件的类型上把它归类在速谈工作上。调查官的工作其实就是无名英雄，那当然我们是团体战，我们不讲求个人主义，所以我们在工作上。我们有个团队，虽然案子上有个主办人，但是也有协办人。今天我是主办人，可能明天我就是协办人。好，我们调查局工作是这样子。调查局调查官的角色包括緝毒、肃探，更加时常一个人爱兼真济案件。在社会大众的眼中，总是有一演神秘的面世。紧张时刻，临危不乱，更加是每一个调查官拢爱学习的课题。像基隆市七堵区这个违法的弃土场，造成围篱起气，威胁到附近铁路安全。调查官所情时，就去拄到业者。被发现之后，其实这挖土机的司机直接就开着挖土机就直接往他们冲过来，他们根本也没有地方可以躲，然后就是急中生智，他就等到司机就下来就说：“你们在这边做什么？”然后就说：“哦，我们来这边抓宝的。”他真的手机就是在那边，然后就说：“哦，这样子。”就他也知道说可能那阵子都在流行的宝可梦的游戏，他就说：“好好。”然后就不疑有他，就上车，然后回去工作。自
除了所情的是爱冷静应对，像咱咧所情的空污案件嘛，需要环保局协助出动红外线仪器进行长时间的录影，才都顺利将暗废气排放的时间甲数量发动所示。不见得每个案子都会成，那我们有失败的，有成功的。那我们调查官工作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成长，让这件案子能够成案、侦办完成，这是我的一个使命。所以我会认为说，其实不苦，只是它负担。危险上面来讲，我们就是碰着这些犯罪嫌疑人啊，其实背后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黑道背景。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搜证上面，那也是很怕，就是说自己的身份被曝光。侦办上面完全是在斗智的，好像我可以把这一些人就是最后做一个绳之以法的动作，其实对这个社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破坏山林国土案件有够多，伫不少业者大赚乌心钱的同时，嘛互民众的生活稳重危机，威胁到环境生态。为了保护国土，调查官办案的方式，嘛要对时代进步同心感察，尽忠排福所情，经过种种危险，更加变成国土第一线的守护者。甲非法歹徒交手的这场战役，因要伫坚持奋战。